是谁喜欢吃的？别说，不是你，是不是你这？是你，是不是你这个游泳圈？这个清脆的声音。姐姐在讲话，但你蛮抢戏的哦。非常。你用他抖风卡就穷下主吹嘛，妈妈挺喜欢。有哈，不是在节目上才这样讲吗？哦，你要放屁哦。哎，这你软弟。欢喜来抢发型。我想说，你刚刚请他自我介绍嘞。你看科头拢爱讲，但发型拢爱讲。这个方面声音太疗愈，而且好香哦。各位天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《一家之主》，我係民族。今日當歡喜吼，你又開始新嘅一季嘅。第四季啊！冇唔錯，來到呢個素菜呢，已經有200年嘅歷史咯，而且咩係竹東菜體10分重要嘅信仰中心，就係非常強。都有地度呢，主要擺就係三國王，就係你客家人當重要嘅束縛嘅神之一咯。你大家要看嘅發同動作哦，比如講到嘅移民節嘅書節咯，佢就北台灣最大嘅包中天移民節，到宋十節嘅書節，佢還有染蓋比賽哦。該日嘅下主佬按布條，還有手動戲做呢一款，唔但場按用聽聽，今年動體片。就只老照片展覽啊，時常看到老頭擺嘅書節咯，非常正式嘅發通啦。真嘅呢，其實啦，廟房真嘅當用心，而下尾老菜啲嘅小項呢，向下來做合作。本身以嚟到呢個特別有一條客家嘅體驗發通，比種發講呢，你嘅每年就係透過美食節目，不要菜啲嘅美食做一部行卡到你來認識了嘅哦。冇錯，提示貴可以説咯，提示就係來到新竹，嘅新竹最有名嘅師傅係馬山啲冇。冇唔錯，下來就分享的新竹嘅料理霸王。哦，霸王，很有體現做得啦哈，霸氣啦！傳一下，傳一下。來分享到嘅係盧俊斌、阿俊斌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霸氣係度嘅爆文啊！大家咧看一下到最菜嘅地位都未去非常霸王嘅哈，就係林訓舉林師傅。大家好。哇，兩個師傅呢，很期待，都帶到新嘅一季地度，佢哋有乜嘅無強嘅表現咯。馬上呢就來分享到佢哋嘅參賽者，有呢一組呢係一個標誌老太向下來參加，來分享到嘅係新宇老家園。歡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非常有信心哈。看下咱隨啲片哦，係來自汪山鄉嘅母女的阿妹老母要強下來哦，蕭美燕還有吳迪軒。大家好，哇，是無敵耶！哎，無敵啊，怕了吧？怕了吧？又怕。好，來到入菜梯，你嚟看一下到底有乜嘅菜梯營銷嘅好東西。好，馮主任來自竹東嘅代表，請問一下，走嘛！我超愛吃哎！真的，準備吃血了。來，我們先看一下。我在想有這盤還需要這盤嗎？這盤給你。你是有點職場霸凌吧？哎，大家可以懂針對，先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咱做嘛也係在竹東嘅中央市場的老店，好超過30年咧。那做嘛很入味，然後也是我們竹東人凍好喜賣啦，沖水是多台啦，真的，係啦，太自家了，太敢試試看。其實竹東市場呢，是來到竹東必逛的一個地方。係啊，超讚！竹東市場超級多好食咧。來，按道理以後要試試一下嗎？來，咱隨便來試看一下。太好吃了，而且佢凍一米，另外呢，也個肉質佢沒有凍軟呢。係啊。小梅出來以後，其實轉做變甜嘅東西哦，真的很入味。我學的東西以後，美食就係搭配嘅美景。對，來，看一下汪山兩片哦，就買個美景，做啲推薦俾大家啲。嘅木頭山啊。哦，木頭山。嘿，木頭山。就是要玩1、2、3木頭人。它可以飛行啊，飛行傘，然後可以看到頭前溪，哇，整個全景，很壯觀哦。該片嘅夜景係咪當厲害？係啊，所以該片當厲害啊，就當到嘅100萬夜景啊，還有嗬情侶該約會嘅時節聽出而起哦。冇唔錯，古早來都做到一道 V 嘅，唔看唔單止有好食嘅，又有好料嘅，可以夾自助，全部都看得到。冇唔錯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風流燈。
梁翠会用现改嘅方式结成主要食材，撒点卫生指定爱做嘅料理。在俩之前，唔啲会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会因为条件中撒变到手脚来唔差么。含入梁翠冇取到嘅食材，未为咗煮出来做示范，到底会变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超级、最神奇嘅比赛，啱是开始了。第一关就会料理5、6灯。哇我觉得我这一季在面对它的3个灯的时候比较积极了一点。要心理准备咧。没错，之前呢有个谁来都来过了，我现在已经不害怕了。梁胜。哎，惊吓度已经还好。对啊，已经破表了。啊，今日嘅菜色系嘛嘅？今日你要做係3杯送油，哦，应该是换3杯吧？没啦。变2杯。哎，换2个字，换3心2意，对不对？不好笑，不好笑。也没有好笑的部分。不过梁翠先会排出台表一下，好啦，还要猜拳哦。心玉姐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姐姐先了哈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这个，1、2、3再打开哦。好，确定有感应到哈。之前有看过我们节目哈，哦，好来，里面是瓜牛哦。哦，1、2、3，又挑到其实不错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不错，也可以做闪笔耶。我们一定要请他帮忙啦，因为是素的。送油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先拿着。好。在台标讲，汉有一家店呢是送油。的确有一个一定是雷。来喽，一定是没有这么好过的。这个向这边打哦。我先问你哦，如果没有抽到的话，妈妈会对你有责备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她会责备你。一肩扛下来，梁家真的选你家。好，1、2、3。你要走在捏菜吗？等一下，这个怎么感觉很好吃？那甜甜圈吗？不是，这2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。就是那个感觉很好，没那个熟度不一样，那个要煮很久哎。你还送批啦？哦，哇！我其实觉得甜甜圈可以直接吃就好了。你是不是在节目上哭不出来？不会，好了，先掉皮了。我们确定一下这个是不是双？喂，还是地雷在这。哦，有口难哦。第4季嘛就多一点嘛。还是这里面应该给它捆一下。好，1、2、3。有啦。long fit 了啦，这么简单的食材交给你，还是这样，我们1人1个。对喽，对。主持人讲我自己排嘛哈。好啦，没关系。先 keep 一个。我跟你说，也很难的食材，像这个 condo 抬起来是的。哦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们看起来2组都是不是拿到主食材，而且我们这边无敌呢。哎，我们这边呢也有新鱼啊，猛错。好，马上就有金行踢馆给挑战。马上就有金行踢馆挑战呢，先来看一下潜水者正批后生嘛哦，风吹的挑战者，你都有信心吗？有，还有哦，还熊一下嘞，没有，他们是胸有成竹。哦，看一下蓝水的鸦片哦，蓝水就有信心吗？有，看安全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储备能量都大家料理的时间再来表现出来。没问题。马上倒数，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开始喽！哎呀。那就体育是不应手的鱿鱼。我想知道，要么你安排食材，是谁喜欢吃甜甜圈的？老实说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这个游泳圈？对皮，也是有皮。哦，那有皮吗？虎皮，爆皮，爆皮。哎，发音要发对。好了，毕竟来提到甜甜圈系最难改。那什么最难？猪皮啦。猪皮我处理的好。哎，真嘅，猪皮但系中啱嘅话直接 game over。啊，你都有改片呢？先来看一下咯。好，来。哎呦，这假许动火呢？你是不是厨师？你搞改的一些那个爱心呢？爱心呢啊，烘焙做甜点。啊，姐姐也好厉害耶！哎呀，大家都挺熟。姐姐，你还专门做料理的吗？种葡吗？冇呢。
三机婷婷的。哦，上次我做完的，今天怎么有机会利用3人向下来报道？係啊，上次按優秀當佢強下來參加，佢要格當要愛心，因為犧牲自己的假日去到前面來睇到。這個清脆的聲音，姐姐在講話，但你蠻搶戲的哦。非常太這是冠軍的聲音呢，黑咯，很厲害，搶高一海哦。今天拿到這個食材，有覺得最困難的素菜係嘛嗎？最困難的應該是油條。油條啊，哎，哦，之前有泡過油條嗎？油條炸過嗎？之前只有炸過配豆漿喝。哦，有炸過就好，不會像你那麼油條。哎呀，一直天生油條。對啊，好啦，莫安妞，你們繼續準備，等一下馬上呢，我們要來去對面看一下，等一下過多轉來哦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哇，你係乜嘅？樹皮，哦，豬皮前落去耶！哎，你看，呢啲係甜甜圈。哎，迪轩好厲害哦！等下嚟爆定地杯。哦，爆到地百度啊！很聰明呢。就像個貝果哈。對。哎，你完全解題嘞！因為街六係想講甜甜圈。很強哎。因為平日去嘅時，這基本上係怎麼想出來的？你一就唔得炒啊，所以繞豬皮切油安尼爆的地杯，就3杯貝果。哎，好厲害，真的很厲害，真的很厲害，佩服。鼓勵一下。對，是迪轩是廚師嗎？迪轩很愛煮，媽媽輔助。哇，迪轩你係太好。碩士，因為你要頭出上係做散步嘅，就豬皮，爆了控到地百多。那你們的3杯我用辦來挑嘞？麻油、豆油膏還有酒。哦，好，啊你要去同幾久啊？同落邊用非常軟，安尼咬到就唔會。可是美英姐，跟豬皮咩清難熟係要用嘅啥？唔會。也差唔多，因為一般來講，你就要用天鍋烚凍久。係啊，濕的最軟的，濕最軟係嘛？誒，豬皮等下幫你煮一下，啊等下散步嘅炒嘅時間，你上過來。好，安妞，夠厲害哦！好，等下我們回來的時候，希望就可以看到你們在加3杯的部分了哈，加油！哇，哎，跑都懂搶哎，哎，可是我有一個問題。什麼問題？搶酥。要嗎？哦，要2次。那為什麼你不直接倒下去就好了？怕它直接倒下去，它會那個，等下吃起來會比較油，因為豆腐會吸很多油，要加點。哦，那等下姐姐是負責哪一部分呢？啊，等下我家嘅很炒一下時候咧。哦，沒有，幸運姐，你還沒講吸煙呢？還講海料嘅，還講海料，還講海料，哎。我覺得家園很厲害耶，你看他還知道會來掌控油溫各方面。佢沖挑線落去哈。對，先讓它炒香。啊，怎麼咁係蒜挑線落？哦，蒜挑啊。蒜挑先下去，它容易燒焦，因為它比較薄。然後在後面再給它。你不要被它影響哎。對，你要動心動。對。然後哎，好香哦！請問一下師傅，都要閃別時間，哪一步是關鍵？挑先別用動作。哦，所以要鋪凍蔥油。哎呦，加水哦，加水，風景很遠哦。它小火一點。Andy，2罐就出事挺凶啊！開咗有嗎？有嗎？有嗎？師傅，你確定？我一 Q 你就要用？有要用的時候再拿出來。啊，你用沙豆腐卡就用下煮菜嘛？媽媽挺凶。有哈，就是在節目上才這樣講哦。表示做啲半自家邊半嘅嚇，一到10半我半自家幾多半10分。哇，自家都滿意。咩公司10半哦？Andy， 2罐就出事挺凶啊！開咗有嗎？有嗎？有嗎？師傅，你確定？我一 Q 你就要用？有要用的時候再拿出來。有，現在用嗎？哎，我們要問要家園，現在要用嗎？哦，對，現在就要用。好，來，你要來，你先說廚師天數愛。廚師天數愛。好，你要選哪一位？爆阿爆還是？哦，在傳說中最爛到最厲害嘅盧師傅。哦，你是不是喜歡豹紋？你說。對，那個蠻適合的。不該使用一下啊。好，調味料。計時可以嗎？好 ，OK。就用啲湯啊。我應該加水係，買個煙燻啊。
加水，让它就是吃起来不要太干。油豆腐正表，因为油条等下会绵绵，所以豆腐的成本去煮，分入梅，油条水梅长，它以搅搅的时候对不对？哎，分开来，这样口感才会有层次。好。重要的分给熟燥了，让因水梅麻油会加一点点。好。哦，还有米酒。哎，第三步对。有人米酒加亮鼻的冇没有？冻炒啦。冻炒好，掉粉一啲。哦，副掉粉係點粉哦？好，分佢熟燥咧，試下梅頭，最尾麻油下去啦哈。好，好香料哈。好 ，OK， 先帮好，看起来安牛都有敌的啦哈。你会觉得他也没有比你厉害多少？对啊，都厉害，差很多。对啊，你眼神透露一切的。哦，已經觀察咱嘴口內面會用咯。我們等下都進來了哈。好，西蒙。西蒙。豬皮好了沒？哦，開始白咧。風水要用到嘅初次提上嘅派咯，呢啲會用嗎？我就唔試。哇，唔試。你確定？我做的。好好好，你係用下嘢咧啊？你要看一下嗎？我吃嗎？你吃嗎？印度要不要？用面嗎？要用剪的呀，媽媽。明靜，你要測一下嗎？對。你哈 QQ 沒搞後身呢？試看看，嘿，用面嗎？做的。做得好，做得好。哎，为什么猪皮按 sale 啊？啊，你看猪皮容易拌甜甜哦。其实可以不用用那么长的筷子夹洋葱哎。你有2只嘿，对。白色有分肉的，感觉很赞呢。对啊。哇，很有架势。可是你只有炝锅，没有用一杯哦。咱我会注意呢。哦，调味一下之后，你是插落去吗？插落啊！来本地提味一下哈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人家就切得起那种酱哎。对方面还会加麻油吗？唔是嘞。哦，该调油够了，几个细节哦，颜色就非常的红。哎，我觉得这一道菜会好吃哎。啊，你龙沙豆腐卡就穷下煮菜吗？帮妈妈腾讯。有哈。不是在节目上才这样讲哦。哇，那个猪皮已经煮出胶质了，看起来时间已经差不多哎。先来倒数。好的。好，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呐，都在那一组编发出来料理，可真的哦。耶！这样一关呢，虽然讲两组都会出到唔咩简单的食材，不过呢表现都十分有创意。先对风吹嘅来吃看下哦。这2種嘅食材哦，天赋係很細緻的哦。哇，我嘅油條啊，再嚟嘅切下鐵條嘅種三皮醬，但吃都懂真的喂。而且原本會擔心講油條會焦燙到油，完全不會，濃咪咪的。我了解嘅油豆腐按做咪凍好些，還有油條咪係有切，有加有入梅凍散，加咱凍厲害。家園哦，懂後些懂香，這個你懂咱們的，各方面的時間啊，還有醬料呢，都調得很好。好，你看下咱水裡邊對風水嘅評價係樣辦？有入梅，凍好些，油條凍素凍好些，油條凍素哈。非常好食，喺吃的吼，因為那2種食材，佢都把它的凍好，都是很細緻，時間的掌握度沒一毫。好，也給你試看一下咱水兩片哦。哇，我人生第一次吃到這種味道，真係按牛料理耶。然後豬皮滷的那個碎皮甜甜圈，鹹甜，真係濃咱唔掉。而且呢，豬皮有肉咯，還有 QQ 啊。哦，那非常中意呢一套料理。因為我本身也是非常中意食甜甜圈嘅人啊，上面又加上非常 Q 他們嘅豬皮，紅隊是不是已經倒戈了？沒有，誰會從紅的倒成藍的啊？一定要轉過來。好，咩凍好食？金玉姐覺得呢？有好食啦，豬皮有加凍 Q、凍軟，有入梅，好食，好凍特別，它比凍都暗紅呢。家燕知道誒？好吃啊，都吃完了，然後真的耶，對，就是 QQ 的，然後甜甜脆脆，很有口感。哦，你看一下咱對幾條自家嘅評價係樣辦？冇想到兩隻凍客，
很好吃。提100走3杯，啊，起到硬，我会走得嘞哦。哎呦，假使做啲粉一下拼粉一下，1到10粉我粉一下几多粉10份。哇，这个都蛮有咩东讲西10粉哦？等一下呢，就来看一下师傅给他的用来制头喽。竞争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哦，先来唱鲁师傅抢分数。耶！哇吼！就是夜都安台上，他很开心啊，很开心。哇，好，抢拼粉。哇！刚球。哎，这个结果我接受。因为这个两组大家都懂后，全部懂后生，像卢师傅公平哈。哎，其实两片春有加的这加的梅头，因为第一片，即用两片春摸的手头本来永永很爱。在骄傲是不是？但是吼，手法啦、过程啊，他们都自己有掌握到。你看抓到头部，系跪地下一组，可能是摸梅头去切开来，后第两片头过这个主笔可能时间会后冲一滴滴，拍一滴滴啦。我是讲係切合地了，切合地了，冇按創呢個做好漂亮，其實兩片春要切加係梅頭啦。那阿巨師傅你係想法咧？兩片都做到當好食，唔過你啊，我要先個爛腿呢，係而家就比較香嘛，就個香味出來，還就跳住個個香味，就出來，炒到個3邊個梅頭就當好食，還就個我就小小個建議啊，就係個甜甜圈做這種個就去幫佢煎一下咧，幫佢這個煎到擦擦，按用適當呢，我卡有層次，又 Q 又軟又脆，按用加當好食。鳳腿兩片呢，處理到個油條當好食，本來當經驗，因為長時間按用煮啊，還就切切 Q 米當好食，按用西蒙。真係係當厲害，看起來呢鐵罐兩組嘅實力都係強用嘅，強用硬斬的。不過生下來你要看啊，杜師傅佢基本就儲到倆主要嘅食材，到大倆嘅3味餸油，我用嚟表現去搞本盧師傅咯。耶！开起来都懂体态哦，但是其实我猜这个3杯呢，对我们的卢师傅来说真的是牛刀小试了。他昨天都说5杯了。好，替小鸟之后，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跟太茶分享哦。好，第二又讲到啥？伊其實白向凍住啦，咧身體切片，切一塊一塊。就個切下，而家後提針嗰時切一塊一塊，然後鳳片。太卡有問題要問哦。好，偷吃不食下一鋪啦。這算輸嗎？它不會很鋪過樣嘅啦，呢個應該是3杯雞啊，3杯料，伊都一選挑出嚟鋪到擦擦樣，應該就下一鋪。鋪嘅溫度嘅結果啊，低溫、中油溫是做得咧。你要切片，等下沒有強下鋪嗎？強下一鋪。真的是懂你。我問一個問題，說真的，盧師傅，那時候你在準備跟藍隊的料理的時候，你是想怎麼做？其實應該天然圈啱係強我們啱咪可能咪鋪過，從油條然後呢，你再下嚟炒。天然圈夠先鋪過，夠跟它炒。你看蔥條，蔥條切挑啦哈。它蔥條就唔是鋪的吧？唔是，我記得甜梅是好咧。我覺得最難的是處理這個蛹該挑尾先切挑咯。可是該倒閉很好吃最 Q 的這個該補。對，這邊要認真看咯。定要尾先切開來，對半啦哈。對半切，不切到大嗎？等下切對半切一半。個皮要薄啲麼？皮唔是薄啲嘛？我嘛個唔是薄啲，凍得咬誒。唔會啦。要切剛剛有人用的切法嗎？來，我們猜，還沒切法。卡豆啦。卡豆。這個大概是什麼時候你有起來呀？7點就做得咧。金黃色就做得咧。大家仲係要做得等下那類容器。做得。做得用等下就用cái nào要嘅好香。當然啦，你下加硬呢。我哋發記哦。這你有地。看起來像發記。我想說，你剛剛請他自我介紹咧。他偷偷攏來講，該發記攏來講。唔會攏來講，該鹹豬肉係自家做嘅哦。鹹豬肉係家園醃的。哇，園。丟車打鬆開了。挺香。這油呢係切挑哦，有點像魷魚羹的那種。
恰恰等下应该会煎起来。哦，这样，哎，不错的。这系发髻呀，哎，你系发髻。哎，那发髻。哦，你还发髻哦？哎，啊，这样子。看起来像发髻。我想说你要请他自我介绍嘞。你看偷偷拢来讲，该发髻拢来讲。哦，你睇发髻部分叫做後盤。嗯，切嘅縫須係強壯嘅哦。係強壯嘅。哦，強壯係切一條啊。哎呀，他一般就不会处理的啦，哈。哎呀，好，你还会做乜嘅？狗油一下。那你会用烫的还是用炸的？狗油啊，都可以，不同风味。哎，熱落去是煎起來哦。一般看到用狗油，而且这好肥美哦。今呢套咧用啊二寸當盤肉啊。好，應該呢個條下要鋪過咧，好，入用下來。麻油，強壯係麻油先落去啦哈。用一般的油先让它煸一下，煸一下係。再過落麻油啊。麻油係，因後尾很容易就會浮起去。哦，米酒。哦，你看師傅係先撈3倍千伏挑好魚後，裝邊食菜啊。啊，你係先撈醬料個梅頭本佢香梅先出來，好咧，葱頭下去是煮嘅，嘅甜梅是做得咧。因為後會辣，是嗰啲底下是用辣椒。後尾辣是後背配色是做得咧。蔡七港四公最好吃的3杯料理是什麼呢3杯雙油。3杯雙油。哇！預測哈。好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料粉一啲，湯一啲啲，湯沒有哦。大湯係啊。提那個鮮。好，水妹哦，你提前餐啊，係。最杯米當冰。你每按辣是配色時候咧，好水妹樣冰一下是做得咧。太赞了，感觉鱿鱼香好香，它好像重新复活嘞。对，蹦酒嘞哈。对啊，我们都酒。哎，这我可以吃一整盘哎。哦。大家不過而家係叫媽神條等下一定係配點橋牙舌。哦。哇，辣椒呢度俾睇下看。3杯送腰。按鈕就後 C 咯。耶！专厨师助料理的经营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，你会觉得越看越觉得说，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嘿，你做到了吗？我吃得到。哦，你吃得到。啊，你看来吃吃看呐，3杯雙油。哦，非常的湯啊哎。很 Q 彈，很入味，味道度後，超級棒的。哦，cái ăn thôi chứ nó ăn vài chú, chú cả nhúc nhìn, chú cả đông phun, 然後梅前腰梅，那上街來一碗白飯啊，對啊，來一碗白飯，龙叉班。今天呢，我跟你说，看谁吃东西最疗愈，就是家园，因为他每一盘都会是锵锵，你也是他吃茶某，然后给他谁的听听，味道觉得如何呢？哇，味道口感很 Q， 然后味道都有整个吸进去。冻好是慢圆圆，炸过哈，就感觉那个口感是不一樣的。誒，個香味咪冇強壯，凍好是，因為佢做個3杯咪凍厲害，像一做齋菜嘅師姐咯，要買個注意嘛。注意個地方係一般那個3杯嘅料理，用個部分呢會用砂鍋來做，砂鍋來炒，用個香味上會較好些。啊，唔過盧師傅用個平底鍋炒出來，就個味道動厲害。啊，平師傅嘅自家講款咧。其實應該做料理是注意咧火候啦，因為沒有刻花一些跟梅頭口面是唔會做落去嘅，所以刻花咧準備工作的步驟啊，然後睇你火候啊、鍋氣春凍重要。真嘅是本真的，蔡奇雅用試吃的方式，嘿妹妹有感受到安用嘅秘密呢。剛剛頭前係一比一，馬上就有金行最杯米館的挑戰咯。做下國家料，強用熱出料理，大家都會注目強用嘅料理方式，兩處愛啲限甜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具體嘅菜式。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於強下國家料咯。耶！
也可是是上雷公的，就躺到吗？因为我要讲笑话了。那也要小心哦，那也要小心。不是音效。维多利亚是要准备动豆呢，现在讲一下笑话好嘞。大家团一下哈，马个东西做在波伏 TQ， 才会照地球。妈等于说波伏 TQ 哦，绿色植物。已经绿色植物。妹，直接讲，超人保护地球。请问谁会造米粉？来，造米粉。嘿。马上马个东西会波伏米粉啊，会造米粉。红队先来猜，郑敏君。你 tell， 好来。日晒的米粉呢？好，先来看一下我们蓝厨哈，郑敏君。你哈，真的是没有 sense 的。会不会是你的题目出的不好？那你要帮我 Q 一下答案来。请问什么东西可以造米粉呢？答案就是肉燥米粉。后置会上，但是我铺了这么久的这个铺陈啊，就会讲今天的主题学出来就系米粉。OK， 米粉系嘛？米粉。我们现在问一下，凤珠番拿米粉，我来做乜嘅料理？菜名系嘛咧？ham猪牛鲜酥米粉盅。哦，那要出料理有乜嘅贴贴咧？故事都背好冇咧。该细细下平安夜的时节，做妈妈打扮啦，莫是炒米粉，炒米粉有加嘅ham猪牛落去，系当好食。跟平安夜就为旁边美味又买炒米粉咧。台上的那些演员有时候会没有吃东西，你是会买到米粉炒，莫是该嘅臭豆腐板啦，该就会送上一份给我是当神奇。哦，不过嘅时节其中一出菜就係鹹豬肉炒米粉炒嘅。哇，適當嘅時節，我表演都行較實啲咯。係啊，因為老人講嘅鹹豬肉係自家做嘅哦。嘿，他们就是家园腌的。哇，你们家园也太丰富了吧！我们就是一个美好的家园。哦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好嘞，想问一下凤珠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看咱出嚟阿片哦，係唔係肉燥米粉啊？我問一下，問一下，今日做嘅料理嘅材料按到乜嘅？汪夫海鮮米粉，都好鮮咧，係炒係冇？愛做蛇仔嘅時節啦吼，而家咪係蛇仔啊，而家龍眼家咧，舊年啊，舊年而胖夫啊哈，嘅眷村啊，炒嘅汪夫海鮮米粉啦，哦，當好食。所以應該用嘅意思係講嘅迪軒啊。食嘅旺鋪炒米粉，沖死食到睇咯。盤卡多，豬盤啊，豬盤卡多，都好食咧，都好食。係啊，所以大家做啲期待一下，就兩組做起來係冇窮人，不過今日主題食出來就係定咗最有名嘅米粉。等下節目一關嘅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安永可以來呢，利用豬豬拿出切卡布卡嘅粉蛋哦，都已經準備好些嘅。現場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唱開始，好，現在真的非常期待我們這一組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笑話不錯，好笑。不是，笑話真的不要再講。夢想用不給找個家衣服，我給甚至師傅講，他準備了一段。超人保護地球，那誰保護城市？城市超人。錯，螢幕保護城市。真的比你的好笑多了。我噴住啊！好了，大家一塊吃掉還是米粉啊？我要看家園的鹹豬肉。這邊。你怎麼這麼賢惠啊？你怎麼做的？哦，我給它醃那個黑胡椒，還有五香粉，還有鹽巴。做得到大家小解一下，你今日準備安多嘅食材呢？對呀，你還炒米粉當澎湃耶！它全都是按照您做嘛哈比啊，還有加嘅香蔥，然後香菇、豆腐加嘅鹹豬肉加的。應該講隨便嘅書姐嘅，因為談到那個盅啊，點解我用埋嘅鳳絲嚟做啊盅啊？那個盅的話是要有一個玻璃的一個來盛裝嘛。對，就是做得像有點開胃菜的感覺。我們先過去一下，好，等下過多陣來，加油，不要被它影響了哦。我怕今天太熱。人家剛好會導正視聽一下啦。在米粉當中，純米然後就摻其他比例的東西的粉，按照吹粉好像就冇嘛強用吼。係啦，因為
时节吼，因为因都要紧了解你的米粉的问题，挑白啊讲，啊你米粉好，可能就加其他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是冻好些，就变到了下吼，本做又加其他的粉的，啊你是按落去按落脆粉。脆粉那你还春米走是按照米粉，然后你在品名上面做一些调整。米粉跟脆粉就动作正差嘛，怎么个俩头做个些春米跟米粉啊？它可以吸汤汁，这很适合做芋头米粉啊、南瓜米粉啊、海鲜米粉那些。其实哦，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他赶紧都会炒米粉的时间。真紧老布卡迪都冰箱有会撩，全部不用下去耶。他今天就像是看到你们家的冰箱的缩影哈。这是爱吃个表给风冲它。哇！他旁边的好朋友好好的小改家，也是盖油，吃个表改。哎，我摸也炒哈。哦，哎，盖油先落去哈。迪轩长厨哦。哎，盖油。放落去之后，买个东西会接顶落咯。哈密。你们家的哈密系哈筋嘛？香菇的哈密，那是皮筒吗？也是改筒。第三米粉还用皮筒来用太赞了！就是机器熬的。好，我们大家都多转了哈。好，加油！这个画面声音太疗愈，而且好香哦。我快只用椰皮筒。有闻到香味吗？有用吗？这个方面声音太疗愈，而且好香哦！而且我有发现它真的很厉害。你看，给都给剪给炒给香菇时间，有没有什么油？哎呦，有点让它干煎，让它有没有香味出来？对。哦，玻璃水水梅降落去。对。没有啦。你要先必炒出一些水，大家都不用跟米粉嘛。可是你那个生菜要做什么呢？我只有准备玻璃杯，要等一下给它做成那个渐层，有点像西餐的感觉。哇，沙拉这样子，客家很厉害。师傅，我知道你们看多了，可是不要露出那种我看过的眼神。要想想看，他是素人大主厨有没有？有。但是你懂用情，你们家一般吃米粉，没有人这样吃的吧？没有，冇啊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我刚才葱是芒饼哦，芒法葱等一下，多钱？你们要试吃调味一下哦，哈。好。对，差不多刚刚还没标米粉落去，你接下来就是剩摆盘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期待你的钟。对，好喽，加油！加油！韩子 C。我不卡炒嘅米粉未會加風菜條呢？也沒風菜條誒，金瓜。你為什麼沒有豐富啊？豐富，懶得理你。要你點風菜條，不能因為特別帥就。你不要自己講錯，還怪人家好不好？加水咯。過來。好。要用湯匙嗎？是要煮米粉湯嗎？對。粉湯。把它大火。我快给用椰皮糖，有闻到香味吗？有用吗？我要发疯了！给它熬，给它烂。好。不是等下米粉才叫标落去系吗？嘿，可以吸它的汤汁。加油的吧，加就继续先个等一下。我们先过去看一下。来。也不会简单啊。哎呦！天哪！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加胡椒粉？有。他先铺到底下哈，对，铺在底下做渐层。新宇那边在做手工，哇，好漂亮！做那个螺旋，等下摆在最上面做个装饰摆盘。他真的很用心做准备，而且你看他有传统又有创新。刚刚有Andy先生倒数，等一下就送走来吃吃看看喽。现场马上倒数，3、2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点都马上就来吃吃看那最方便一款用米粉的编发出的料理，那就卡赞的喽。哇，米粉呢做得做出新的味道。一般来讲，睇起来上我觉得也简单的炒米粉，可是呢，它今年的炒米粉啊是很轻澎湃的料理嘞。
我们来吃吃看，莉莉亚吃黑咸猪牛鲜蔬炒米粉中。哦，哇，给它米粉呢，哈，还保持那个湿度很重要。咸猪牛落下落去过后哦，真紧懂干咪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它这料理除了看起来视觉上懂想赢哦，重点是它的青菜比例也非常的多。哎，你吃起来的时候呢，真紧黑。又加营养，又加好食，又加健康安呢，好清爽，改良好，按配啊样子。对，哎，家园没有人自己煮菜吃的比别人快这么多的，真的很满意哦。韩国哥比赛之前你练了几次啊？3次。哇，特别啦吼，用个咸猪肉炒米粉，真紧提白色。这家人自己做的咸猪牛哦。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还不错，语带保留。啊，谢谢呢。我感觉唔会燥是动好食。哦。我酱燥的米粉。接下来最酱的该种机会，下袂千份油改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厉害，机会从该下阿吉师傅就讲的，像温沙拉形容，富裕双的该种清爽，清爽味很重。沙沙来是看蓝脆的一片哦，真紧厉害，个香味反正出来了，给来选。蓝队的米粉较粗哦。哎呀，3条种皮的哦，个通头个香味是在皮出来的。别忘了哦，这个通头谁吃个不卡，就给老母鸡伊去剥出来个皮糖哦，佮加上一个灵魂人物，就会加个油葱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有这种饭瓜嘅甜融入到底度。我觉得比较讶异的是，佢会落咸瓜落海鲜放胸下，一般来讲，较少按样的搭配，真嘅很好食。金玉姐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海味实在是非常的鲜美，那油改也丰富，冬天弄改也配汤从下捞呢，要汤好吃，重感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看家园吃东西呢是最疗愈的，幸福家园就会按呢，他又吃光了。米粉 QQ 的，然后那个南瓜跟那个海鲜的味道非常搭，然后刚好都全部吸到那个米粉里面去。哦，来看一下蓝脆的一片，刚刚讲到血强哈，来自己把玩掉鱼了，不能观众朋友看一下。哇，差别很大呢。是要带回家吃的。来买的哈，臭皮煮的冇按好食，金皮煮的最好食。而且对，应该要讲到重点呢，因为它长出呢。对，自己讲来按摩一下。很好吃。嘿嘿。因为我已经快藏不住笑容了。我希望那个丰夫，它的甜味可以进到汤里面，所以它今天刚好有达到标准。那谢谢丰夫哦。对，谢谢丰夫。要对他讲，不是对他讲。好。好啦，等一下2位师傅做在小里头，到底要分哪一组分数了哦？咖喱啊，管的香烟呢，真係香三道嘅，小容已經抗唔起的。不過外國嘅無需，我嚟看師傅用嘅公平。馬上先嚟搶盧師傅搶分數。唔怕，挑一下，阿菊師傅全部分數。盧師傅搶公平。其實兩片哦，做得很有國家的一個特色啦哈，但是兩片哦清爽的風味去配到咧鹹豬肉啊，佢又配到咧香脆啊，還有佢撈個米粉切過啊，適口大小，還有口感純易口哦。兩片應該各位好可惜的，今日主題應該講豐富，應該是要呈現它的甜味，豐富的甜味到炒小卷的這個甜味，應該就不要有胡椒，反而它甜味哦一直會提升。兩片的廖麗春總的凍頭啦，係凍難品啊。幫阿菊師傅來講看。哦，兩推凍難品啊，就凍好食啊。我會本藍推兩片呢，吃到就該湯頭就比較多的層次感，有豆油啦，還有該鳳松頭，還有該腐椒粉該香味，還有蒙古該甜味。啊，吃到這個湯頭搭配這個米粉凍好食那樣。啊，鳳推兩片吃到很清爽，我自己非常喜歡，就是有一種溫沙拉這種那種感覺。啊，不過呢，有一點點小建議，就是炒個時間呢，就做點老個醬油膏向下炒後呢，這樣就加水一起煮哎呦，哎每套就會卡住醬香，哎呦好加住。炒油膏咩老幾先炒過啊？好，今日看起來睇起來表現，廚師都十分的滿意，馬上列出來頒獎咯！耶！
好开心，因为呢，爱丽丝都好食料理，妹妹亲粉喜，你知道吗？美食真的可以是让细胞活化哎。哎，我活得蛮化的啊。我觉得你真的很有那个美食节目主持人的味道。你说晨晨哥哦？好啦，两组呢，今日都系得到2分，故说2组都系大头名。恭喜！先来恭喜凤水得到1000元的咖啡机。恭喜恭喜！大家看一下，咱这条片面系2500克的加菜机。恭喜！好，我们先来听听看红队呢，给他都已经等了按久的时间，特别是家园哦，佢咧提早1年出来报名诶，礼拜参与过后，心情用办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这一次的比赛就很开心，因为不太好报名，然后刚好这一次有这个机会，那在家也稍微练习了蛮久的时间，那很开心，今天大家都很喜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好暖哦。好，金玉姐咧，首先那个感谢了一家之主诶制作团队来主动了到录影，还没有谢谢该最奖诶主持人明珠，还有伯谦最帅的帅哥，然后2位帅哥型男主厨，都爱你主动了到我聊聊。那我们来这边的话，没学到动到其他的朋友诶一起努力的美食诶结果，那我们非常的高兴，也得到这个1500的奖金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们来到了岛边分享不卡给后数呢，其实是我们很有口福啦，谢谢。哎呀，虽然今天主要系家人都负责的，我们都看得出来心机哦，哎，他做菜应该也是蛮厉害的哦。下次等你好好的表现一下。好，所以看起来咱出来影片哦，其实大白又妈妈涂抹又穷下来个细节了，我都觉得很温暖，因为平常很少有这样的机会，尤其到我们读书以后嘛，吼，有什么感觉呢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妈妈很爱配机来搞，他讲年轻不要留白，有这个机会要不要来啊？佢讲好啊，我就讲我都报名啊，报上啊，吼，你就來哦。佢講好，我講怎麼號碼出來？佢講好。哇，都好嘞！剛才有押韻呢，年輕不要留白，報名就要來。哎呀，雙押。讲得很好，谢谢大家。俺后上哦，的确，你看，第哈不也没讲到俺好哈。原本很紧张，但是到现场之后，感觉大家都很欢乐，这样。对啊，就觉得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。对。啊，那我讲笑话好不好笑？真的不要太可以，旁边的声音不是你变哦。好啦，其實呢度兩片哦，只要看得到那種母女之間的互動嘅相處哦，究竟動身子，所以究竟非常歡迎哦。無論係姐姐、弟弟啊、媽媽、女兒啊，其實昨天全部報名參加，只是報名真的有點難啦，難的。總共呢，其實一家之主，因為按多年以來，經營喺監察睇切㗎，睇家老不卡好料理，來到有特別老菜茶分享，一家之主就係睇切㗎嘅不卡，睇家嘅做下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拜拜，恭喜哦。